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咱组织伫教会，咱要来敬拜上帝。咱要礼拜以前呢，先来传递信息，请咱掀开信息68首，信息68首。我先讲一下，这首要安怎唱？第一站呢，就是第一节甲第二节。唱煞了后，咱看下骹第二节，春天烧落遐。唱完爱搁唱头前迄两节，唱完换第三节，第三节唱完爱搁跳起头前迄两节，迄两节唱完搁唱第三节，第三节唱完爱搁跳起头前的迄两节。好，咱即马规首唱一摆看卖哦。变来。歹势，过来，咱搁唱和，搁一摆来。妈咪甲面嘅美丽，妈咪无论大小，上帝创造这万物，天地奇妙的美。好，唱完才唱阿妹。好，咱搁有搁抓无的。第一节、第二节，咱就是第一节，就是第一节、第二节，搁来第二节，第二节唱完第一节，搁第二节，搁来第三节，嘛是搁来唱完第一节、第二节，甲第四节嘛是共款。唱完了后唱和，唱完了后咱搁接来阿妹，安尼有了解吼？好，咱今仔传点信息到这，请咱备办心做今仔的礼拜。
恁着感谢上主，就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就对伊吟诗，伊唱歌胡闹，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吟诗、信诗68首，信诗68首，万民光明其美丽，请起立。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做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心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处世，伫本丢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同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启应文第一篇，启应文第一篇。还着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坐武万的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焦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在义人的路，
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你创造了天地。主啊，你的智慧超过人所能想的，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更是直到万代。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总是对我们不离不弃，即使我们软弱失败，你仍然伸手扶持我们。主啊，你不轻易发怒，你乐意施恩赐福，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也是我们生命的盼望。主啊，我们也要在你的面前谦卑认罪。我们承认，有时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却没有警醒，让骄傲进入了心里。我们跌倒，我们说错话，做错选择，甚至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没有依靠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恩典里，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坚强，而是单单依靠你的信实和救恩。主啊，今天我们把我们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故交在你的手中，这些失败、挫折、眼泪和羞愧，主啊，都求你亲自来翻转，使这些不完美的经历都能够变成荣耀你的故事。主啊，愿我们不再只看到自己的伤口，而是能经历你为我们所开的出路，活出一个得胜与恩典的见证，让别人从我们的生命中可以看见，主啊，你如何把破碎变为美丽，把痛苦转为祝福。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心、我们的一切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掌权，求你亲自来带领。主，愿你施恩赐福，此时此刻我们全心仰望在你的面前，愿一切的尊贵与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赞美，今仔日是主日哦，要来赞美。因所要学录的诗歌是《你是唯一》。
是的，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如此的特别。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2到13节。哥林多前书第10章12到13节，伫主报的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翻着我来读。所以，家己掠做徛在着谨慎，行了跋倒，恁所拄着的刺，毋是人的伤事。上帝是信实，无要互恁拄着刺过头，伫恁所画当，就是伫受刺的时，要刷开脱出的路，互恁当画起。今天是和堂礼拜，所以我用国语再念，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12到13节。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人，必须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受的考验，无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在受考验的时候，总会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让你们能忍受得了。刚都，今仔日是简英慧老师伊所要带来的讲道的题目是事故变故事。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建成教会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上帝在我身上写下来的故事。那在这里呢，也谢谢义杰牧师跟志梅牧师跟义杰牧师的邀请。然后我来这里有看到郑梅长老，她是我以前在神学院大学时候读书的姐姐哦。那我知道她这边很多年了，那就大家这里有一份亲切的感觉。那还有这个我们今天的诗会，我刚才想到一件事，就是我好像好几年前就看到过她了哈。那所以今天可以在这里建成教会，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就是个好朋友哈。好，我们现在先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你聚集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主，我们也许不在同一个地方聚会，但是主，你把信仰、把爱都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遇到苦难，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主，你就让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也透过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故事，主，你就在我们里面动工，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求神亲自来保守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床边故事都是我现场编出来，我很喜欢乱编故事。有时候是森林里面的动物，有时候是星星掉进了人间，有时候是某个小孩在梦里面开了一间糖果店，还有讲过人体的大冒险的故事。故事里的规则由我决定，角色的命运由我书写，那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创造的快乐。长大以后，生活多了现实的重量，时间不再容许我天天讲故事，但我慢慢发现，故事其实没有离开我，它只是换了一个样貌。当我在聚会的讲台上讲见证、说历程，故事的力量让台下的人感动流泪，也让我自己再一次回味那些苦难如何被上帝翻转。故事的魔力在于，它不是说给别人听的，是说完以后自己也被安慰被疗愈、被提醒。继续讲故事是我与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是我把无法解释的痛转化成可以被理解的语言。渐渐的，我开始讲自己的生命故事。一开始呢，只是偶尔提到，像是在众多话题里面放下一小块拼图，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人们因为喜欢《你是唯一》这首歌，也特别喜欢听我的故事，甚至有些人在听我的故事的时候会眼眶泛红。我才发觉到，那些让我以为只是过去的事情，其实仍然在我心里活着，仍然在别人的心里面产生回响。我开始不再只说幻想中的冒险，而是说那些我真实经历到的碰撞与转弯，说那一次的跌倒，上帝是怎么样带领我
爬起来的，也说在那一次的黑暗里面，上帝的光是怎样照进来的。再说那一场等待里面，春天是怎么样让上帝带来的。我曾经以为把这一些私密的经历说出来，会让我显得我很脆弱，会让人觉得我不够完美。但是故事真正的力量是上帝的故事。事故会变故事，对，故事会变成一个是上帝的礼物。故事真正的力量就是这是一个上帝的故事，不是只有我的故事。而当我讲自己生命故事的时候，我也更加认识了自己。那些曾经的痛原来没有白费，那些曾经以为是事故的瞬间，原来在上帝的编织下，意想不到了的剧情变成了转折。现在我说故事也说真实，这是一段生命的轨迹，无论曲折与否，都是值得被聆听与的声音。故事还在继续，而我也还在说。今天事故变故事的见证，我会说到我的孩子、我的信仰、我的眼泪，还有那几首歌。他们不是只有装饰，是从痛苦中长出来的祷告。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时常会遇到一些无法预料的风暴跟考验，这些经验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会感到无助，甚至在某些时刻会让我们怀疑自己的信仰。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会将这样的苦难称为是养分呢？在苦难中，似乎一切都变得暗淡无光。我们应该如何从中汲取力量、成长的力量呢？好，我今天要分享我女儿小米，我叫她小米，她是我的眼泪，但是是上帝的乐章。我相信无论在我们面对任何的苦难有多么的沉重，上帝都在这里播下了真实深刻的生命教导。他以奇妙的故事的方式，将这些苦难转化成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资产，就好像是植物在寒冬。等一下，他不听我的话耶。好了，好，大家看到寒冬的时候，是不是万物都变得？大地都变得非常的冷，也许台湾没有这个景象，但是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图片，我们可以来理解，寒冬的时候就是很冷，我们看似万物都没有在生长，但是寒冬的时候，种子是悄悄的在发芽，生命不会因此而停息，不是吗？对不对？好，当寒冬过去之后，生命就会再次复出。苦难就好像是寒冬来临的时候，这么寒冷的时候，土壤依然能够吸收，种子能够依然在土壤中吸收养分，最终开花结果。我们的灵魂也能够在苦难中熬炼，变得更加的坚强跟丰富。常常会有人以为信仰是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好像路很直很好走的样子，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穿越风雨，就像这只小鸟这样子，我们要抵挡那个黑暗跟风暴，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上帝的恩典。苦难并不是我们在信仰的终点，也不是我们生命的底层，而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播下那个养分，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朝着他为我们预备的目标而前行。好，首先让我们进入我女儿的故事。好，这个是我的女儿小米，小时候她是上帝赐给我们家的宝贵的礼物。当她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喜悦跟感恩。然而这一份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小米一出生就被诊断出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告诉我们，这个病叫做开放性动脉导管。其实这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病，那它就是心脏在左心房跟右心房中间有一个洞。那通常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这个洞会是开放的，它是开放的，因为小孩子不用吃东西，所以靠着那个血液的循环可以带动那个养分。但是小孩子出生以后，你的哭声如果够大声，
他会自然就会愈合。所以有时候孩子出生没有哭的都会有一些问题，那这是其中的问题之一。他比较晚才开始哭，然后但是医生跟我讲这件事情，说他那个洞没有合起来，那他是说啊，也许他可以自动愈合。那就再跟我说，你回去祷告好了，你不是基督徒吗？你回去祷告好了。那如果在1岁之前他没有洞没有合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考虑带他来开刀，因为呢会造成他心脏很喘，然后会发育会比较慢。那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其实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知道上帝一定会带领我，然后其实我没有经历过什么痛苦啊、挑战啊。我以前都觉得说，生命其实就是上帝给我的，就是这么的美好这样。但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晴天霹雳。尤其是你要看一个那么小的孩子，他要受苦这样子，我就心里觉得很不舍。然后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努力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但是当你努力都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这件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就是我努力的祷告，为什么这件事都没有办法解决？我每天不断的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希望奇迹般的减轻这一份痛苦。当时小米只有3个月大，粉粉嫩嫩的小脸让人家看了忍不住心生爱怜，想到这么小的他竟然要被送上冰冷的手术台，我的心如刀割，于心不忍。于是我祈求上帝，恳求上帝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祈祷过后，却只剩下上帝的静默。那无声的静默让我感到无比的孤单与无助，我的眼泪因此流个不停。我只要开口祷告，我就流眼泪。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经历要这么大的痛苦。在过去的生活里，我刚刚也讲到，我总是相信很多事情你只要努力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比方说琴弹得不好，你多练习就是了；书读得不好，多花时间去读就是了。就像我喜欢合唱，合唱有时候你会唱歌就会走音，多练几遍也能够修正过来。努力就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但是当你连努力都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这些事情应该要怎么解决？然而小米的病让我明白，生命中有些苦难不是靠努力就能够解决的。所以无论我怎么恳切祷告呼求，上帝依然保持沉默。这个不到6公斤的小孩被送上手术台的时候，我的心几乎碎成了一片。在那个孤单苍白的夜里，我常常到病床独自祷告，但是面对一大片的空白，我心里面充满了质问：为什么会是这样？术后我看到这个小小的身躯被绑在巨大的病床上，全身插满了管子，我的痛苦到无法言喻，因为孩子看到我就想要我抱他。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忍心对上帝抱怨，我只是静静的祈祷，恳求上帝让我明白他的旨意。在他的手术过后，有一个下午，我看着这个粉嫩的小婴儿，心里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总是用我的祷告在命令上帝，希望他能够按照我的意愿来行事，让小米的心脏可以痊愈。然而上帝让我知道他的旨意远超过我祈求的是更美好更深远的。我祷告是那个洞要把它补起来，要填起来。我以为放下一个装置就好了，但是如果放那个装置在里头的时候，其实随着他长大，他的血管会跟着长大。那长大之后，就还要再开刀，一直到他手术长大的时候，都会经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他的洞太大，无法放的那个装置进去，所以他就必须得真的开了一个大刀，然后绑起来以后就一劳永逸了。以后你就永远不用再开刀。经过5年的追踪，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我都一直认为我想的东西，我们希望我们的事情，我的想法去左右上帝，但是我没有想到说，其实上帝他有更美好的旨意。上帝并没有沉默，他让我去走过这一段旷野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事情。我看了我的孩子的脸，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是我跟上帝
祈求来的孩子啊，这可爱的小脸是我所爱的。你看这个那时候还没有牙齿，9个月大了，11个月大了，可是现在小孩都5、6个月大就有牙齿，可是他没有牙齿，然后但是他可以吃苹果，他还是很可爱。那我就觉得说，他在我心目中是特别的。我在上帝的眼中也是特别的，那是独一无二，没有人可以取代。虽然我跟他经过一个这样子生命的旷野，但是我觉得，神他用他美好的旨意在引领这一切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取代那个地位。所以当有一天下午，我就突然写下了这个歌词，就是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我相信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写下一个这样的特别的故事，所以我就写了这一首歌。那时候在家里，当全职妈妈的时候写的，然后就写了这首歌以后，那时候其实是中国主日学协会那时候邀请我写教材，我就把曲子交出去了。把整首因你世界会其实我本来是写因你世界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我懂了那个独特与特别的地方。好，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我懂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故事写了交出去。然后我在家里带小孩，我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帮助了一些曾经在生命里面孤单的人，曾经在生命里面怀疑自我价值的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的同学，当我的同学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心里很惊讶，我想说这不是主日学教材你们歌吗？怎么你们都知道？然后我才知道说，在经历那个苦难的时候，写出来的歌词，它是那么的深刻，可以感动别人，可以成为一个上帝的工具。所以这首歌不是为了小米写的，也是为了觉得自己不够好，怀疑自己存在价值的人。上帝说你很特别，如果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再唱一次这首歌好吗？刚刚我们是听小朋友唱的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大人可以唱过这。我的歌词跑哪去了？对不起，我好像忘了把歌词放进来。有没有小朋友的歌词可以帮我再放一下吗？周报后面有是不是？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因为我觉得生命啊，要自己经历，歌词也要自己唱过，不是只有听小朋友唱。我们来唱一下好吗？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再一次世界有你会更美好，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好，我想我懂这个你是特别的，没有人能取代你这件事情。在我经过我的女儿的这样子生命的故事里头，我才发现原来我在上帝眼中，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一样特别。你们有自己跟上帝的故事，很多事情我们不懂，我们无法知道答案。就好像你不知道玫瑰为什么会这么的美，夕阳为什么是璀璨的，小鸟为什么会唱歌，小孩的脸上为什么永远都充满希望。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件事，只有上帝会让一切你不懂的事情都是那么的美好。接下来我要来分享一首诗歌，
就是我不懂。好，我请同工帮我播放一下。我不懂，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懂的，但是我们只要知道，上帝是那么的美好。如果你有唱过这首歌，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唱。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玫瑰？用丝线，用金短，什么都比不上玫瑰的娇柔。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夕阳？用黄金，用珠宝，什么都比不上璀璨的夕阳。小鸟怎样歌唱，云天如何变幻，母亲脸上为何慈祥，孩子心中为何希望？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生命？我只知道一切如此美妙，我只知道一切如此美妙。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玫瑰？用丝线，用金短，什么都比不上玫瑰的娇柔。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夕阳？用黄金，用珠宝，什么都比不上璀璨的夕阳。小鸟怎样歌唱，云天如何变幻，母亲脸上为何慈祥，孩子心中为何希望？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生命？我只知道一切如此美妙，我只知道一切如此美妙。小鸟怎样歌唱，云天如何变幻，母亲脸上为何慈祥，孩子心中为何希望？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生命？我只知道一切如此美妙，我只知道一切如此美妙。
上帝用什么造玫瑰？上帝用什么造夕阳？难道是我们所理解的丝绸、丝线，或者是黄金跟珠宝吗？很多事情我们不懂，但是你只要懂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会把一切变得是非常美妙的。我们不懂是因为我们有限，但即使我们不懂，神能够让这一切的美妙源自于他的创造。那天在病房，我不懂神为什么沉默，而转向我不懂他如何创造如此美妙的生命。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我的儿子的故事。好，这个等一下我跳过去。我因为经历的每一份苦难都是上帝在塑造我们的生命。虽然我经历我女儿的故事，但是这并不保证你的人生就是得到了一次答案。好，这个我刚刚都讲过了哈，讲得太投入，忘了去换 PPT。哦，对，这个可以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女儿现在，对，她已经长大了。给他放在这里。好，这我的儿子齐恩，他是20万分之一的祝福。人生的旅途上，上帝赐给我们许多的故事，这些故事编织了我们生命，塑造了我们的信仰。这个故事又是上帝给我们一家人预备的一个试炼，同时也是一个爱与信心的深刻见证。在齐恩10岁的时候，有一次上课的回家课堂上，他在课堂上他打那个足垒球，都打到他的脸，他的脸就肿起来。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因为光线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他的这个地方是肿起来的。下课回到家，脸就肿起来。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回事？”他说：“我打足垒球，好用脸去接到球，打到这个脸。”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继续冰敷啊。”好，他说好，他就冰敷。然后我就去煮饭。到晚上要吃饭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脸更肿。我问他说：“你有没有好好的敷脸啊？”他说：“有啊，我有敷脸啊。”然后吃饱饭以后，我就赶快带他去看医生。这是到底是怎么样肿起来？我先带去给牙科医生看，牙医跟我说，他的咬合是正常的，脸没有歪掉。那所以你们回去要观察看看，可能就是被球打到脸肿起来而已。好，然后我又看了骨科，又隔了几天之后，他脸还是一样肿，完全没有消下去的痕迹。最后还去看了颞颌关节科，我根本不知道带他去看什么科。然后最后呢，我带他去看了哪一科，你知道吗？看了整形外科，因为整形外科的医生就是要把人的脸那样子，有的人觉得脸很大，要把它削小一点这样。好，但是呢，我看的是儿童的整形外科啦。那医生就跟我讲说，照了以后就觉得他这边有一些肿的东西，那我们就开刀把他那个血引流出来。可是因为我在医院经过了一段的照顾我妈妈、照顾我婆婆的时间，我大概隐约知道，这个如果是血块的话，不会大概3个礼拜都没有消下来的迹象，所以我大概隐约，但是不敢去下结论说他是什么状况。好，然后就把他送上手术台去开刀。开了刀之后，医生跟我讲说，刮下来一些黄色的东西，所以已经送去化验了。他还是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东西，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害怕。然后我就祷告，我就想说我就跟神力祷告说：神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等待最后的答案，也求你能够指引我们前面的脚步。好，然后在隔了4天之后，医生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他得了一种病，叫做兰格罕细胞组织球增生症。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连这每一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是这是什么东西？好，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这是一种罕见的儿童癌症，它好发于10岁的孩子，就是当球打到他的脸的时候，他这个细胞就长出来，就不正常的增生。好，那我说那如果不是球打到呢？医生说这个因为是罕见癌症，所以他的病例的资料是非常的少，所以他也有可能他就会往上长到他的
吃到可能他脑下垂体，然后才发现说，哎，这个小孩怎么怪怪的，才会发现这个病。但是当医生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即便他是已经长出来了，我们还是要做清创手术，好，要做清创手术，要把他的脸的这边的就患部的地方还要再刮干净一点。所以在这1个月之内，我还要再把他送上手术台。你们知道吗？他其实手术是非常痛苦的。你看他手术之后是这样，是整个脸都被包起来，整个脸被包起来。然后其实这个病当年是20万分之一，是很少，就是全球大概20万人才会有一个很少的一个病症。那甚至经历了这么多年，我再去查这个病症的时候，其实它根本就是一个当年被命名错误的病，连命名都是错的。因为兰格罕细胞它是感觉是长在皮肤，可是他又叫我们去看血液科，就跟血液是有关。其实即便医生他们在分类上面都很难去界定它会是什么样的病，是什么样的病症。然后当时他只有10岁，那我要让他知道说，你得了癌症，你要去治疗，然后你要经历生命里面的一个风暴，然后你必须依靠恩典，你必须依靠你的上帝。这个上帝呢，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讲，我们下面小朋友有没有10岁的？有没有超过10岁的？对，好，10岁的小孩，我的儿子呢，10岁的时候就得到了癌症，好，就这么小的时候就得到癌症，然后我要让他知道说，他在主日学里面听到的那个上帝是真的。不是故事里面的上帝，他还是从小在教会长大。他复活节的时候还曾经问我说：“妈咪，复活节到了，我们要不要杀一只羊献给上帝？”他就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小孩。然后，所以你要让他知道，故事里面的上帝要是真的，会带领你啊。然后，当我告诉他说：“你得了癌症，你要开刀。”然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跟所有生病的人一样，他就开始嚎啕大哭，问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会不会就从此以后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他其实非常的害怕，但是我为什么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就是想让他经历他的信仰，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我怕如果隐瞒下去这件事情。到后来，他不能够承受他的生命的那个重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孩子会非常的遗憾。所以，他那时候就要去开刀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跟他讲说，人生其实有很多事情，不像现在这样子，你马上就可以一个题目，你就可以马上知道一个答案。好，我就用一个故事一个比喻来跟他讲，叫做1块蛋糕的故事。我跟他讲说，有一个妈妈，她很爱她的孩子，里面很爱她，因为小孩很爱吃蛋糕嘛。你们喜不喜欢吃蛋糕？蛋糕甜甜的，很好吃。蛋糕怎么做的？蛋糕是怎么做的？有人不喜欢吃蛋糕，但是我们先想一下，蛋糕是怎么做的？好，这个小孩呢，有一天他就心情非常的不好，考试没有考好，然后。最喜欢的朋友呢，跟他吵了一架，然后最喜欢的老师那天又骂了他，虽然心情非常不好，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跟妈妈讲说：“妈，我心里非常不好，你不要惹我，你不要讲什么唠叨的事情，好，让我觉得很烦。”结果那妈妈就说：“好，那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做蛋糕，手做蛋糕。这个小孩喜欢吃妈妈手做的蛋糕，所以呢，妈妈就跟他一起做蛋糕的时候，就拿了那个鸡蛋给他，就说：你把这个蛋吃下去好吗？然后这小孩就想说，蛋怎么可以这样生吃啊？这个蛋怎么这样吃？然后妈妈又跟他讲说：好吧，那你如果不要吃蛋，那你要不要喝这个油？这个小孩就说：妈。”油怎么可以这样子喝啊？好，那妈妈就说：“那个你要不要吃面粉？你要不要吃面粉？”然后这个小孩就说：“妈，我今天心情已经非常不好了，你跟我开什么玩笑？你还叫我这样吃面粉？”然后妈妈就跟他讲说：“其实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单独的事情，就好像是一个
鸡蛋或者是油或者是面粉，你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加起来它会变成是一个好吃的蛋糕，要这样子做它才会变成一个蛋糕啊。好，然后所以你人生遇到的苦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就跟我孩子讲说，你会遇到什么样的苦难，会变成你的人生会变成一个蛋糕，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口味的蛋糕，我不晓得，我不知道上帝会在你的人生里面加了什么样的材料，但是这些东西要加起来，你才会变成一个好吃又可口的蛋糕。所以不要单独看这一个事件，没有答案没有关系，我们一起等候上帝的答案。然后这个孩子他就带着眼泪跟我讲说，好，他要等那个答案，他要等。那时候只有10岁的孩子，就像我先生就跟我讲说，那时候就很像是电脑啊坏掉了哈，电脑坏掉了，然后被怎样被强迫升级。然后一个孩子能够懂这样的道理，那其实是很难的。他经历生命里面的风暴，然后他手术完的时候被包成这个样子，很辛苦很痛，他不能吃东西。他不是不能吃东西而已，他连喝水，他一开始从喝水开始，手术完从喝水，然后连那个稀饭上面的那个他都还不能吃，因为他是这个整个被关切掉。第2次手术的时候，当他从手术室出来，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都还在加护病房嘛，那妈妈要去看他，手术完的时候我要在旁边陪他。当他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看到我站在旁边，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就说：“妈咪，我爱你。”我当场，我其实你讲了非常非常多次，然后讲到这个时候，我每次都忍不住，他会跟我说：“妈咪，我爱你。”我眼泪都开始一直流。然后那加护病房护士就看到我在哭，就跟我讲说：“妈，你不要哭，他很好，他手术很成功，你不要担心。”我说不是，是他说他很爱我，他说他很爱我。后来我问他，你为什么会跟我讲这句话？他跟我说，我很怕我死掉了，如果我死掉了，你就不知道我很爱你。我感谢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个这么深刻的生命时刻。其实这个孩子从那个时候休学在家化疗，一直跟我感情都非常的好。我去到哪边服侍，我都会带着他。其实他今天本来也是要跟我来，但是因为他今天在教会接了一个服侍，就是他要去煮爱餐，所以他去教会煮爱餐了。对，然后一个很贴心的小孩，就是经过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上帝让我们的心靠得更近。我觉得生命破碎的时刻，让我们看到的是爱。然后那时候他要化疗的时候，我心里也是觉得非常的不舍啊。我不能够想象说那样的药要打在我的孩子的身上，但是我相信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验。我就是要去经历那个生命的暴风与风暴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在。在那一天，当我们知道他得病的那一天，他开到就是他得病正要手术的时候，刚好那是他爸爸的那个叫做尾牙。然后那一天呢，我先生的公司是一个很大的公司，那一天就是有抽奖，我先生居然抽到头奖。他的头奖，他们的奖是2000万分之一，全台湾有2000多人的公司，然后他抽到了头奖，很高兴的上台去领奖，一笔非常大的奖金，现金最好用了哈。然后他就抽到那个奖，然后我那时候我在现场，我那天一直掉眼泪啊。然后他的同事就问我说，得奖为什么会这么会哭？就这么跟我讲说，大嫂你不要，你太开心了是不是？不是，其实那一次我耳朵听到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因为我儿子的病是20万分之一，我们那天中了2个奖，然后我先生得到2000分之一的奖，我听到一个很清楚的声音，是说我是你比你想象还要大的神，你还要怕什么？我那时候感觉我站在一双大手上面，神跟我说他会拖着我，你不要害怕。我就站在上帝的手里面，然后这个孩子呢，就开始了他的人生的这一个经历啊，化疗手术，这是他手术过后非常的痛苦，
2个月之内开了2次的这样的手术，都是经历这个整个脸都包起来的。好，然后他在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时候，我们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答案，他跟我讲，他说痛苦只是一下下会过去，只有爱会永远留下来。为什么有一个这么深刻的体验呢？因为他在他那么痛苦，大家看他那么痛苦的样子哦，很多人来看他，爸爸妈妈来看他，不是大家对他好，不是这样子，不是对你好就是经历到爱。他会觉得说他的脸包成那样子，他当时非常的痛苦，但是他永远记得那些爱他的人在他身上做的事情，来看他，为他折纸鹤，然后来跟他聊天，陪他，甚至有一些他没有看过的人都来看过他，来看他。他会觉得说，几个礼拜之后，他整个人改变之后，他会觉得，痛苦好像已经忘记了。他真的当下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他永远记得的是那一些爱，这一些爱一直到现在，不管是上帝的爱、父母的爱，甚至是同学的爱，好，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到现在他都还记得。痛苦都会过去，只有爱会永远留下来。爱是比痛苦还要更大的。对不起，我按错了，怎么一直往上走？我每次用那个简报笔都好，所以苦难到底是惩罚，还是上帝在雕琢我们？其实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去年7月，儿子又在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健康挑战，他的关节突然肿大，全身出现红疹。这个让我想起苦难不会出现一下下就结束。好，有时候上帝会让我们经历到一次又一次的波折，这不是上帝要惩罚我们，而是他要不断的雕琢我们的信心，在每一次的风暴中会显得更坚定。所以苦难是会成为我们的养分。所以我想请问等一下这个我忘了把它删掉。这是我的孩子现在这个儿子跟女儿长大，他们2个是感情非常好的姐弟。对，我觉得其实人不会这样子一直经过这个一帆风顺，但是你看他们现在很好，可是我刚刚讲到说他后来去年又经历了一次病痛，住院住了很久，查不出病因来，医生还说你可能是德国麻疹，然后我们还一头雾水。其实他那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打败他了，他住院住了很久。那一次的生病的经验里面，他也学会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苦难是一种养分，所以苦难让我们学会了谦卑跟依靠。所以当我们面对无法掌控的局面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有限的，并且要把一切交托给上帝。这种谦卑的心态让我们更加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上帝才是我们人生的主宰。第二个呢，就是苦难让我们更深的呢去反省到自己的人生。每一次的挫折跟挑战都迫使我们要停下脚步，你一定要停下来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如果不是苦难，我们会一直往前走，你不会停下来。你的生命的意义跟目标是什么？我们会问自己，这一段经历对我们信仰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会让我们更靠近上帝？这样的反思是我们灵命重要的一个部分，也能够让我们更看清楚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第三个呢，是苦难让我们能够学会爱与宽恕。在苦难中，我们学会要更加的珍惜那些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意识到，真正能够穿越苦难的是爱的力量。爱使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可以看到光明，也使我们能够宽恕那些可能伤害我们的人。我的儿子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跟我说，苦难是一种养分。这句话呢，我觉得是充满了智慧。他经历了苦难，告诉我说，苦难痛苦只是一下下会过去，只有爱会永远留下来，跟苦难是一种养分。所以苦难是
信仰就是教导我们在顺境中可以找到感恩，在逆境中可以找到依靠，在苦难中找到安慰，然后走向有盼望的未来。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今天有很多小朋友，哈，你们没有看过，我就在想说，我们可能有世代的差距。这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的一个故事哦，它是迪士尼的卡通，叫做动画，叫做《时钟剑》。好，应该很多大人应该都比较知道哈。这个是谁？亚瑟王。亚瑟王是英格兰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国王哈。他小的时候是一个很瘦弱的一个奴仆，好，一个仆役，帮一个很勇敢的一个武士做小跟班、小随从。然后有一天他们要去比赛的时候，他的老大拿的是孔武有力的，拿着剑要去比赛的时候，小随从要帮忙拿着那个剑，对不对？结果这个家伙呢，去到比赛的现场，居然忘记他要带剑去。那这下不得了了，没有剑，他的老大怎么比赛？对不对？所以他就走到街上去，就看到有一把剑插在那个石头上面。然后他就要赶快去拿那一把剑，要赶快拿回去交差。这个剑没有人拿的，所以他去拿那把剑，要拿起来。当他拿起来的时候，突然有一道光从天上照下来。然后呢，他又把这个剑放回去。他想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再来呢，他又再一次把剑拿起来的时候，又有一道光照下来。然后结果旁边那个有一个石头，大家发现那石头上写说，谁能够拔起这一把剑，谁就是英格兰国王。好，那这是一个传说的故事，但是只有他可以拔起那一把剑，他就是英格兰国王。好，那这个故事会变成怎么样呢？我就以下省略3万字，请大家可以上网去查，甚至小朋友可以自己回去看这个时钟剑的故事。那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故事呢？我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你自己故事的人。每一个你，就像我一开始我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跟上帝的故事。你是唯一，你就是那个特别的人，只有你可以拔起你生命里面的那一把剑。小小的亚瑟王拔起了他那一把剑，没有人相信他，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但后来事实证明，他成为英格兰史上一个著名伟大的国王，跟他的圆桌武士一起写出一个英勇的故事。所以你的人生那一段故事，也只有你自己可以活出来。那不是惩罚，苦难不是惩罚，是神写给你的特别的篇章。你可能觉得那是你生命中的裂痕，其实不是，那个裂痕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坚持不是因为我很坚强，而是因为我相信。有一首歌让我很感动，午后的阳光照在你凌乱头发，你没发现身上有一片蔚蓝，凝视你努力流汗和你努力忍住的泪光，我怎么觉得有一点鼻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它不是一首教会的诗歌，但是我觉得很鼓励我们在信仰的，在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努力。这首歌也让我想起在人生许多低着头默默努力的人，默默的走路，他们也许不是光鲜亮丽，甚至会觉得疲惫、怀疑、累到不想再坚持，但是他们还是选择继续走，这就是坚持，凝视我们自己的生命。而信仰让我们的坚持不再是硬撑，而是有方向、有盼望、有依靠。歌词又说，你不要低估信仰，可以带你到远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但是信仰提醒我们，你不是一个人，你的每一滴眼泪，上帝都能够看见，你的每一个挣扎，他都明白。真正的坚持不是自己来的，而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力量。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勇敢，而是我们有信仰，知道有一位神走在前面，即使流泪，即使失望，我们仍然可以唱，可以笑，可以奔跑。
因为你跑起来真的很好看。让我们来相信，回到那一份坚持，回到那个凝视你自己生命的时候。好，请帮我播这一首歌《凝视》。照亮你凌乱头发，你没发现身上有一片蔚蓝。凝视你努力流汗和你努力忍住的泪光，我怎么也觉得有一点鼻酸。你凭着无惧的胆量，就快拿下了梦想，你却常常忘了要为自己鼓掌。凝视你闪烁眼光，倒映着大家奋斗的模样，在沉闷的地方尽情的探望。勇敢吧，你跑起来是多么好看，你不要低估信仰，可以带你飞向远方。唱响了年轻的乐章，对得起你那些倔强。不孤单，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微笑吧，你笑起来是多么灿烂，你真的是个开朗，你眼神有漂亮的光。凝视你凝视的方向，我找到我坚强力量，再不怕一路上要迎接的风浪。瞳孔里闪着炯炯有神的我也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唱哦。会失望却不会绝望，青春大概都这样，总是赢在碰撞却不介意受伤。凝视我内心渴望，猜不透我想变成怎么样，但我至少肯定不想就这样。跑起来是多么好看，你不要低估信仰，可以带你飞向远方。唱响了年轻的乐章，对得起你那些倔强。不孤单，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微笑吧，你笑起来是多么是个开朗，你眼神有漂亮的光。凝视你凝视的方向，我找到我坚强力量，再不怕一路上要迎接的风浪。勇敢吧，你跑起来是多么好看，你不要低估信仰，可以像了年轻的乐章，对得起你那些倔强。不孤单，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瞳孔里闪着炯炯有神的疯狂。其实这一首歌
我特别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原本它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但是它在讲一群爱打球的人。我知道建成的篮球队其实是很努力的在打球，在运动，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凝视你生命中的那种坚持啊。我特别把这首歌带来，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凝视你生命里面那种被神触摸，然后被你凝视你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你就会知道说，其实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一个美好的计划，你所承受的苦难都不会是突然。谢谢大家，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我们把掌声归给上帝啊！回应诗，信息第204首，信息第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书献的同工。请起立。请坐。公道，咱请来掀开主部的内页。咱来看公道的事项。咱感谢上帝怜悯甲恩典，互阮伫夜听内底，咱会当得到全新的塑造，通来见证传扬伊奇妙的作为。咱嘛为着集体，卢雪英、李碧莲、刘淑珍、沈淑慧、陈丽水、黄世琪、陈怡君、杨志坚、林以诺、陈德明、赖清光、陈秀荣、邱千惠、李雅娜、林朝泰、张美玲、林春枝为因来祈祷。咱嘛为着暑假期间学生的生活安排、家庭出游出入的平安，也为了7月5号长职培训。以神为乐，定情于主来祷告。我们也要为了现在这个世界正在地处紧张、有冲突的地区，以伊的战争、中东局势、俄乌以及两岸，我们求主怜悯，他的公义彰显，让做会开声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啊，谢谢你一直用你的爱和恩典牵引我们往前走。主啊，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教会的意向和整个世界的需要，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能够在读经中更认识你，在祷告中更亲近你，在服事中经历你的同在，也让我们能够在彼此相爱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愿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你的名被高举，让更多人因我们而看见你的荣耀。主啊，我慢慢只是用你教示我们的主祷文，当心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传入去的歹的。因果关灵灵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止。阿们。报告，咱做伙来看周报教会消息的部分。第一，今天是我们的福音主日，感谢台湾神学院研究学院简英慧老师带来美好的信仰见证。愿主赐福英慧老师的服事及家庭，也愿这见证赐福在座的福音亲友们。好，那来看第二，本主日是禾堂礼拜，爱餐后我们要进行全教会大扫除。扫除的区域，我们公布在1楼的公布栏，还有大家的赖的群组里面也可以看到。所以等结束爱餐用完之后，请各团契会长要率领契友们，我们一同进行该负责区域的扫除工作。第三，本主日下午1点，我们知梅牧师要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参加古迹修复研讨会。第4点，6月29到7月3号，干事安排年度休假。第5点，7月5号礼拜六早上10点召开长执会，下午2点到5点是进行长执培训，请长执们留意。第6，请各团契会计开始整理上半年财务收支报告及账册，以利7月份查账。好，第8，第3季的服事排班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还有各团契的赖的群组。那如果需要纸本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到1楼的招待桌来领取我们第3季的服事排班表。第9，2025年4月和5月份的财务报表已经刊登于公布栏，欢迎大家自行参阅。咱来看团契消息。好，第一，7月份松年团契放暑假咯。好，松年团契不要跑来，你们7月份松年团契放暑假。好，第二，7月12礼拜六下午3点，妇女团契的聚会，内容是张玉姐妹分享。好，丰盛的闽式，咱请大家家己来看。好，那有需要修正或更正的，请会计来跟会计讲一下。好，上映信息510首，信息510首，请起立。愿你与上帝同行的唯一特别的故事。愿你行在光明的路上，愿柔风向你吹送，愿阳光轻抚你的脸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袂倒避讳。